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肉燥飯。有時候人禍比天災更可怕。由劉德華同埋莫文蔚主演嘅《焚城》話俾你聽，人類嘅自私點樣帶嚟災難。全球工業迅速發展之下，每年多達3500萬噸電子廢料持續產生。大部分發展國家為咗保護環境，花大量嘅金錢去處理電子廢料，但係有不法商人以25蚊美金低成本回收電子廢料，其後轉運到亞洲同埋落後國家非法棄置，從而圖利。大部分廢料經香港轉運同埋拆卸，唔少國際企業都有參與，如 DOE 集團就係其中之一。喺1996年，男主角范偉納時任財政司司長，佢為咗方便貨物通關，簡化咗轉口貨櫃嘅手續，外地貨櫃經香港轉口只作抽查，以保證香港港口吞吐量持續保持亞洲第一。有奸商利用呢個漏洞經香港轉口危險化學品，危險品存放喺葵涌貨櫃碼頭期間發生大火。身為消防員嘅范偉納老婆同埋佢嘅細佬傑 Sir 去到現場救火嘅時候，貨櫃突然間爆炸，范偉納嘅老婆因為咁樣殉職。從此傑 Sir 就好憎范偉納。傑 Sir 認為范偉納放風檢查貨櫃，間接令到危險品輸入香港，導致呢場大火，害死咗佢嘅家姐。范偉納好自責。火災之後，佢辭去咗財政司司長一職，成為咗處理環境污染嘅專家，專注研究電子垃圾對地球嘅影響。喺2007年，位於皇后山大塘村嘅一個回收場發生大火，已經成為消防隊長嘅傑 Sir 帶領一班手下嚟到現場。現場監工向傑 Sir 同埋另一位消防隊隊長 Madam Chan 表示，佢全部職員已經離開咗火場，而且表明回收場只係放置普通嘅廢紙、廢鐵同埋家電。但係傑 Sir 同埋 Madam Chan 好快發現監督喺度講緊大話，因為仲有好多職員從回收場逃跑出嚟。傑 Sir 擔心回收場並唔係監督所講嘅，只係放置普通廢物，而係放置危險物品。喺救火期間 ，Madam Chan 發現現場有油車正喺度燃燒緊，佢即刻叫同事撤退，隨即發生爆炸，爆炸碎片四散，導致現場一片混亂。期間消防員阿水同埋 Finger 走失咗 ，Finger 仲扭傷咗隻腳。冇幾耐之後，現場再一次爆炸，火焰呈白色，表示火嘅溫度已經去到740度至1150度之間。Madam Chan 懷疑現場有危險物品，所以要求增援。更可怕嘅係，經測量之後發現現場嘅輻射指數原來係已經達到120毫希，對人體造成危害。Madam Chan 隨即命令所有人即刻撤退。行政長官喺澳洲出差，所以委派 Cecilia 出任特首，而范偉納就被委任為今次火災事件嘅專家顧問。范偉納即刻去到現場作出即時嘅評估，發現部分傷者有急性嘅輻射中毒，其中一名傷者嘅手部開始發脹潰爛。范偉納認為放射源唔止一個，其後範偉納嚟到政府總部，各個政府部門處長正喺度匯報火災情況。透過樣本發現現場有雷226溶喺水入邊，如果用水射入火場，就會流到集水區，污染成個北區嘅供水系統，到時候一半北區居民冇水用。所以佢哋得出一個結論，就係暫時禁止消防員用水。更不幸嘅係，熱帶風暴將會喺18個鐘頭之後到達香港，暴雨亦都隨之嚟到。加上范偉納指出回收場明顯就係一個有毒嘅廢料市場，要求 Cecilia 即刻批准消防員用水，盡快開路進入火場，揾出放射物嘅源頭，用混凝土徹底掩蓋。不過 Cecilia 覺得仲有時間，唔使急住用水。范偉納根據傷者嘅受傷程度，肯定除咗雷226之外，仲有一個強度更高嘅放射源喺回收場入邊。保安局局長質問范偉納點解樣本只係得一種放射物。范偉納解釋，因為輻射源就喺消防員入唔到嘅地方。佢大鬧在座各位坐喺冷氣室入邊根本唔知道火場有幾危險。一番商討之後，佢哋決定批准飛行服務隊投擲爬山。返到去火災現場，阿水同埋 Finger 聽到其中一個貨櫃傳出敲擊聲，得知仍然有人被困喺火場之中。因為 Finger 嘅腿部受傷，阿水獨自進入貨櫃，成功救出咗2名生還者。但係救人期間背部被插入刀片，身受重傷嘅阿水依然背住其中一名生還者尋找出路。最終阿水不勝負荷暈咗。喺火場冷區嘅傑 Sir 透過一名當地嘅市民得知，原來回收場仲有另外一個出口，就係喺山上豪宅嘅隔離。傑 Sir 即刻帶同隊員一齊進入回收場，揾出阿水同埋 Finger 嘅下落。期間一架直升機投擲爬山嘅期間，火勢突然變得猛烈，竟然燒毀咗直升機嘅引擎，導致墜機，差啲壓到傑 Sir 班人。傑 Sir 透過阿水發出嘅求救信號，得知佢嘅位置，將佢同埋隨行嘅生還者救出。但係當時現場嘅輻射指數原來已經達到500毫希，咁樣嘅高輻射可以導致死亡。傑 Sir 班人即刻撤退。發現最新報告啱啱出嚟，喺傷者身上發現咗另外一種放射物銫137。
各位處長擔心呢個事故會重蹈哥亞尼亞事故覆轍。哥亞尼亞事故係史上最嚴重嘅醫療事故，輻射源頭就係只有93克嘅高度放射性氯化銫。當時超過10萬人要接受詳細嘅檢查同埋治療，好多人患上咗白血病同埋癌症，不育同埋畸胎嘅比例都大幅上升。人一接觸到銫就會有嚴重嘅反應，器官衰竭甚至死亡。范偉納解釋落雨會導致銫擴散，而且銫嘅沸點只有600幾度，基本上呢次大火只要一燒到就會揮發，擴散得更加之快。到時候香港就會成為第2個哥亞尼亞，應該盡快疏散北區居民。雖然係咁樣，Cecilia 認為暫時都唔使疏散，因為疏散只會造成更大嘅恐慌，到時候成個北區都會進入癱瘓。但係 Cecilia 暗地裏叫佢老公盡快帶阿仔離開香港。多架消防車趕到去現場協助救援，1號戒備信號亦都正式懸掛。北區供電受影響，多區混亂，市民出現恐慌，市場出現搶購潮，北區醫院癱瘓。范偉納違反保密協議，擅自向媒體透露火災現場有銫137，呼籲市民即刻疏散。就算范偉納可能要面臨7年嘅監禁，佢亦都要向市民匯報火災嘅真實情況，因為佢認為市民應該有知情權。行政長官亦都同意范偉納嘅做法，要求即刻組織疏散。多部旅遊巴其後陸續去到北區多個大型屋苑接載市民。根據2個輻射站嘅數據同埋飛行服務隊喺現場嘅記錄，洩漏量飆升就係從直升機撞到貨櫃嘅時候開始。范偉納肯定銫137就係喺直升機墜機位置附近嘅貨櫃入邊。范偉納有一個方法可以停止輻射繼續洩漏，就係派消防員入去攞走啲放射物，再用混凝土封住。因為佢係依方面嘅專家，所以佢帶領一班消防員前往執行呢個危險嘅任務。由於香港只有8件可以抵擋輻射嘅保護衣，7位自願嘅消防員同埋范偉納着上保護衣之後進入火場。佢哋嚟到咗一個貨櫃前邊，輻射儀表顯示嘅輻射指數已經超過咗1000毫希。范偉納班人進入咗貨櫃，發現咗地下同埋一部醫療儀器入邊有銫137。范偉納用圓盾蓋住地下嘅銫137，然後好小心咁將醫療儀器入邊嘅銫137攞出，一個傳一個，再放入防止輻射外泄嘅容器入邊。但係喺傳遞嘅途中，消防員大 B 跌親而整爛咗自己嘅保護衣，導致右腿暴露喺距離銫137只有幾米遠之外，腿部嚴重腐蝕。范偉納即刻宣布行動失敗，指揮大家即刻撤退。大 B 其後亦都宣告死亡。3號強風信號正式懸掛。正當大家以為冇任何辦法之際，傑 Sir 諗到炸毀山上邊屬於 DOE 集團嘅豪宅，利用混凝土封住嗰啲貨櫃，阻止輻射擴散。范偉納覺得呢次大火同10年前葵涌大火有關聯，佢於是即刻睇翻10年前葵涌大火嘅原始報告，發現大火同 DOE 集團有關。DOE 集團專門收錢幫我個人處理廢料，分拆值錢嘅部分再轉售。DOE 主席高培德同埋回收場持有人方明亨，即係 Cecilia 嘅老公，利用轉口抽查嘅漏洞，將有毒電子垃圾標籤為轉口，避開海關，偷運上岸，棄置有毒電子垃圾到皇后山嘅回收場。范偉納認為今次嘅輻射洩漏絕對同高培德、方明亨兩人有關。佢俾 Cecilia 睇翻10年前葵涌大火嘅原始報告， Cecilia 唔敢相信呢次嘅輻射洩漏同老公有關。事實上，呢份原始報告係1級機密文件，范偉納本來就冇資格睇，佢只係非法偷睇，法律上係唔可以攞呢份報告嚟同高培德談判嘅。Cecilia 同埋范偉納揾高培德談判，商討炸毀豪宅嘅賠償事項。如果 Cecilia 願意放棄調查今次嘅意外，高培德願意7折賣出豪宅。范偉納十分之嬲，認為今次嘅意外係由高培德一手造成嘅，但係就嚟討價還價。Cecilia 喺冇辦法之下簽署賠償合同。因為如果佢擅自炸毀豪宅嘅話，就會被控告擅自損害他人財物，成為國際醜聞。專家指出，利用豪宅蓋住目標範圍嘅成功率唔足夠1半。范偉納打算先炸毀豪宅，然後再炸毀位於回收場附近嘅蓄水池，引發地陷。等啲貨櫃全部跌晒落去，再加上混凝土，肯定形成足夠嘅厚度去阻擋輻射。但係而家距離落雨嘅時間只有2個鐘頭，消防員同埋爆破小組即刻行動，豪宅嘅炸藥已經好快順利安裝好。但係由於蓄水池嗰邊環境惡劣，仲未安裝好炸藥。正當大家同時間競賽之際，身受重傷嘅阿水最後都撐唔住離開咗人世。Madam Chan 透過阿水嘅手機得知 Finger 被困嘅位置，傑 Sir 班人喺引爆豪宅之前進入火場，成功救出咗 Finger。蓄水池嗰邊突然發生意外爆炸，造成2死1傷，但係爆破小組仲有一組引線仲未安裝好。傑 Sir 班人喺撤離嘅途中遇到爆破小組，決定留低協助佢哋。
可惜天意弄人，蓄水池嘅入口竟然被山泥封住咗，電線拉唔到出去，冇辦法喺出邊引爆，只能夠喺入邊引爆。而家已經開始落雨啦，已經冇時間再到出邊揾電線。傑 Sir 同埋其他2位消防員決定犧牲自己完成任務，毅然留低引爆炸彈。引爆之前，傑 Sir 叫范偉立好好照顧佢個媽咪。Cecilia 悲痛落令引爆炸彈，最終皇天不負有心人，豪宅迅速倒塌，混凝土成功掩蓋住成個回收場，阻止咗放射物嘅擴散，但係傑 Sir 班人就壯烈犧牲。事後，范偉立喺大眾面前公開咗嗰份非法得嚟嘅1級機密文件。呢個唔係天災，係人禍，根本就唔應該發生。香港700萬人，差啲就俾呢啲咁嘅奸商害死。最後，范偉立因為洩漏機密而被判監7年，其後表現良好而提早3年獲釋。商人高培德同埋方明亨因為涉嫌賄賂、妨礙司法公正以及非法處理高度危險物品，導致多人死亡而被判監30年。電影就此結束。